提这封信，若要投资目睭爱配合金，这个艺人王静莹伊的前翁叫单维图涉嫌非法吸收资金的这个案件，台北地检署调查出来讲，伊伫2018年涉嫌甲其他人甲投资人骗讲缅甸的金矿真好学，投资者一定会趁钱，骗人去投资，前后吸收资金有7亿。检察官指挥检调单位，包括兵分21路搜索甲调查，约谈单位图顶人，还有其他19人到案说明。这个案件依照违反银行法的侦办。有没有？有人冒用你的名义吗？有没有私信？面对媒体无假讲话，对无爱单位图是南港莲娜真股东，嘛是艺人王静莹真翁。不过刷口检调查出，敢若涉嫌用缅甸挖矿投资为题，赚超过7亿。要不要说明一下？这位检察官指挥调查局前后约谈19个人到案侦讯。经过调查，单位图家己投资的缅甸金库，敢若无法度制作大量金仔。不过伊嘛是伫咧2018年，甲投资人讲，缅甸的矿区金仔量真济，嘛召开说明会，佮招待旅游的方式，向大家来募资金。佮甲投资人讲，这投资会当赚超过20%，互投资人戆戆啊开几啊百万到几啊千万来投资。应该不能讲，我只是来澄清。那接下来就看窗口。所以有觉得很委屈吗？有啊。有投资人甲媒体讲，伊可以摕含艺人做翕的相片互伊看，卖甲资金透过假的口罩回投资人。不过尾仔伊人就碰见，想要退股嘛退袂掉，才会报案。检方尾仔命令单位图27万交保。这个案件迈向反银行法、刑法诈欺罪嫌改侦办。